Hello，你好，我哋今日講下聘請海外姐姐。聘請海外姐姐咧，需時大約起碼要2個月啦。咁即係如果而家10月尾講咧，咁就係12月尾，咁即係聖誕節期間會到港。咁聖誕節或者新年期間到港嘅機票係超級貴嘅嚇。咁同埋咧最近咧都會係好少。資料㗎啦，開始，因為咧菲律賓人係好重視呢個聖誕節啊新年嘅，咁同埋咧可能聖誕節都嚟唔到，因為要講緊明年1月份先嚟到㗎啦，因為佢聖誕節咧有好多假期啊，同埋新年過完聖誕前有假期啦，聖誕後有假期啦，有個新年，所以佢嗰個時間都比較長，咁所以佢哋最尾做啲流程，可能做啲出國就業證明咧，就可能冇開，咁就做唔到噶啦。咁所以變咗個時間會拉長咗，同埋最近呢啲資料都會少咗，因為點解咧？啲姐姐咧都好多時都會傾向係過咗年先至再申請啦，所以最近咧都可能越嚟越少CV。資料俾你睇到，即係靚嘅 CV。咁所以如果你哋係想請海外姐姐，需要海外姐姐咧，要揸緊時間，知道呢個期會越嚟越少資料啊。咁你哋要盡快揀姐姐啊，咁就可以幫你哋按時到港咯，好嗎？